5个国中男孩第一次控窑烤地瓜，有点手忙脚乱。我以前以为这个都很简单的，还是麦姐出手，大家才能大快朵颐。非常的甜，然后有一种特殊的香味。叫麦姐，其实麦淑妹是奶奶辈的，带着孩子们体验田园玩乐的趣味。在家里每一个都是低头族，人家要出来玩，他们就比较不会说整天在那边打电动这样。500平的绿地空间本来是儿女准备让麦姐养老休闲用，70岁的她不想孤单，拿来经营民宿，仿佛多了很多家人。晓得分享出得来的啊，晓得分享出得的，懂得分享就能获得，还能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不是每个老人家都有这样的福气。从护士退休经营养老院的麦姐感触很深，坐在那边就一坐就坐下去了，一躺也会躺下去了。所以说服儿女让她开民宿，自己和设计师讨论装潢，还有些小惊喜，吸引了连续剧拍婚嫁来这里取景，还有新人选在这里嫁娶。中午时间订婚，下午3点多就结婚，所以感觉自己也在，就像我嫁了25个女儿。也就像妈妈总是准备满桌的菜肴，充满家的温暖。感冒的时候才有吃到这一道粉肠，客家人常常讲喉咙不舒服，感冒的时候就给他用那个橘子叶去蒸一蒸啊，再切出来自己吃，就会好。青菜水果自己种，然后和人分享。麦姐说：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还能寓教于乐。你要从小培育它，你要长那么大才可以结果。你要去菜市场找好几块铜板就可以买到了。”70岁自己经营民宿，对麦姐而言别有意义。不依赖子女，她要当个有行动活力的快乐银发族。跳得分享，手得来多；跳得分享，手得来多。